去年9月，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，造成严重灾情。那经济部呢有针对着马太安地区复原说明进度，经济部也把这补助的时间呢延长到3月底。针对农地复耕，农粮署也有8大措施，希望会当帮助农民来恢复产量。 马太安溪崩山湖在后到今已经要8冬，复原的工作正在进行。水利署拍算，赶伫咧雨水期进前，第4月完成光复区大破坏复原，明年做好塔悬工程，甲第2道破坏，明年大拍算5月完成保护工程。阿多摩的区大，卖伫咧4月进前做好更办起来，互破坏较用。我们也持续在办理2、3段4段的堤防加高培厚。那整个堤防培厚加高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在 今年的汛期前来完成。针对疏通土砂的工程，水利署表示，到3月初9，马太安溪的土砂已经处理1476万方，花莲溪的土砂嘛已经疏通372万方。水利署希望确保水路通顺来防灾。在还没完成之前呢，我们因应汛期呢，请县府呢先以钢板桩来就整个低洼的部分呢先把它补起来，那以防整个将来汛期 来了以后，河水的倒灌。若受灾店家，经济部嘛提供1万块的援助金，甲设备汰换的补助，像冷气、冰箱、甲树路等，通补助5成，顶限5万块。经济部嘛甲申请期限延长到3月底。阮灾区内底7个村吼，有税籍登记的有476间，476间，咱到3月9号一天吼，已经有298间来申请。针对农地，拍算今年第一季度通复耕68公顷。 农粮署嘛有8大重点措施，包含农机专案补助、休耕及辅助业等，希望帮助农业恢复产能。记者吴正阳、张俊佑台北报道。